色1號2分。OK， 23。黑色23號4分。換人係咪？8秒進攻。換人，黑色天魔2次，28號2分。罰球5中，屋企有飯食，要走路，咁啱，都唔中，進攻10個，你計我哋嗰個嘛 ？turnover 10個。白色天魔2次，34號2分。11防守。2分唔中，28進攻籃板，再2分唔中，防守83。白色83 2分，2號防守籃板。暫停白色。白色暫停。呢邊。白色9號2分。正。開表。佢跌咗粒嗰啲咩？佢跌咗粒嗰啲咩？嗰啲戰術板嗰啲。10號2分，黃氏3號。好。我哋唔係講下
11號防守籃板，頭先10號2分起手啊！零號2分。白色天貓3次，9號 turnover， 白色9號 turnover。10號3分，8秒進攻 ，turnover 83。34，犯規34。白色天貓4次，34號3分。下球，佢玩得啱喎。上波有冇啊？上波一次啊？一次。11 2分鐘，黑色入波。白色暫停。係啊。錯，剩8分。剩翻一次啊？咩啊？剩翻一次暫停。剩翻佢係用一次，係剩翻一次。白色剩翻一次暫停。我要搭4號路過。再撳啦，3號透波，黑色3號透波。turnover 10。6號3分。下2個鐘嚟啦，34秒883。白色34，3分。6號2分，進攻籃板再2分，防守籃板8號。黑色28 3分，嚴重防守籃板6號。請坐，好，請坐。14號2分，進攻籃板10號，10號2分，防守籃板8號。黑色28 2分唔中，進攻籃板28，再2分唔中。13號防守籃板。探望，用晒啦，用埋啲錢唔該。用攤話。用埋。白色暫停。
都好嘅，起碼第四節。1分鐘，黑色23分，紅色籃6個。3號，OK，黑色顛覆3次，3號2分。佢寫。